我都60几岁了，属于我的声部的歌剧，我基本上全都演完了，所以没有任何遗憾。18年我就被母校召唤回来了。哎，走。爸爸用你的智慧。自己是不是有点点感动啊？美声是美好的歌唱，这个话不是假大空，国家培养了你，所以我很少在国外给人听啊，给人弄，好像我就懒得弄。您会在国外唱中国歌曲？唱啊，我中国作品我就有中国艺术歌曲，还有新疆的维吾尔族的各种民歌呀，我们也都是一组法语、一组德语呀，一组意大利语啊，然后一组中文。我独唱音乐会一定是这样的。明日面对面专访迪比拜尔，从新疆飞到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夜莺。